一路第11次當選最佳11人，揭發係佢嗌嘅，一路葉龍輝，二路嚟自蘇格蘭嘅金髮王子，二路何依，七路香港足球先生，我哋嘅神射手，七路巴科耶，九號銀牌冠軍重要功臣巴道門，十號菲律賓沙，十號菲利普沙，16號我哋嘅隊長，人人都話佢傻，無論佢38歲，都好似睇到18歲一樣，簡直係男人嘅典範。16號梁振邦。22號華人助攻王大佬梁冠聰，30號我哋嘅王子黃子豪，32號由 Fit 哥到而家俾人叫做 Fit 哥咧，32號林美大，後備球員包括26號一落到場就交足表現嘅廖夫源，17號貴族嘉賓立即立功見影嘅賓基曼，23號東方自家出發馬喜維，28號15歲第一次港超聯上陣，打敗99.9%嘅中學生蕭正，33號西馬高明豪，42號都係東方嘅自家青訓楊東基，43號東方自家青訓黃安柔，44號由14歲開始加入東方嘅阿伯，72號羅威中堅大媽，77號人仔細細但腳法了得李俊廷，88號都係東方自家青訓張文豪，99號今季再次翻到嚟東方嘅安迪古斯，最後我哋嘅主教練最佳教練盧比道。2號林耀泰。